學校本身就 pre 我5星嘅。我喺2024年 DSE 文憑考試總卷攞到5星星成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孫啟俊啦，我係嚟自粉嶺東華三院李嘉誠中學嘅。我喺2024年 DSE 文憑考試總卷攞到5星星成績 ，reading 就攞到5星星 ，writing 攞到5嘅成績嘅。我本身就報咗 ISLO 大概2-3個月嘅，學校本身就 pre 我5星嘅。我覺得佢 reading 係最幫到我嘅，即係平時上堂佢都會解 reading 嘅卷，好教我點樣答長題目嘅框架，我就覺得呢個可以幫我喺長題目拎多啲分。我好中意 ISLO 教中文嘅風格咯，可以令我真係好中意文字嘅魅力咯。佢真係解釋到一份卷邊一 part 係好嘅，值得我哋學習嘅。咁其實我都好想多謝 ISLO 帶入我去中文呢個世界啦，因為我開始其實都冇話係真係好特別中意中文嘅，但係次睇佢嘅 reading 同埋 writing 卷，聽佢講解，其實我都好享受咯。好多謝佢慢慢帶我可以感受到中文呢個魅力，多謝 ISLO。